后来为着要来减少着民众冲红灯，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特别伫13个路口来设立着人工智慧 AI 的辨识系统，只要有人来冲红灯，就会出现着警示提醒。但是民众讲，这个提醒上慢咯，效果无大。用科技来抓违法的民众，若是想要弄红灯，得亲像安尼。唔奈出现警告声，因无卖是的，甲你讲袂当阁行，不过实际来试。台北市交工处呢是设立了这一个 AI 的感应系统，可以侦测民众闯红灯。不过你可以看到，记者实际是在红灯的时候站在斑马线上，当他是要前后的稍微移动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感应，也被说是这个反应慢半拍。侦测系统反应速慢，民众感觉无啥有效。声音不能太慢，太慢它就变成效果没那么好。声音马上出来，它马上会停下它的脚步。不过台北市罗斯福路这个路口，因为我公车站常常会有民众为了坐公车弄红灯，敢若1月28到2月7，逐工违规有45.7件。不过用警告系统，2月17到3月11，违规案减到22.8摆。有时候慢个1-2秒，这个部分都会持续在调整，因为它其实是 AI 设备嘛，持续在学习的过程啊。交工局讲，即摆还阁伫咧试办的阶段，不过 AI 侦测系统除了用伫咧主要干路，若拄着是大人过大路行较慢，卖当侦测、延长秒数，避免发生意外。